食住其實差唔多，廣東旅遊更超班。大家好，我係廣東旅遊嘅豪仔，今日為大家推薦線路團號 BGX082，廣西無限次任浸世界受香珍稀溫泉，連住賀州2024年開業5星標準姑婆山半山溫泉度假村純玩3天團嘅，我哋嘅行程純玩不購物。咁行程特色有全程食足9餐，細心安排咗6餐自助餐嘅，咁仲會保證2晚連住賀州2024年開業5星嘅標準廣西天目姑婆山半山溫泉度假村，而且保證入住獨立露台溫泉池房，包咗2泉嘅溫泉水，絕無同級，唔使大家慢慢搬酒店。無限次任浸30幾個世界受香珍稀溫泉，打卡網紅嘅溶洞溫泉，仲會去到我哋嘅臨河故城。呢度有清幽古樸嘅石板街、文筆塔，仲有全國著名嘅呢個南漢城牆。聽起身係咪好心喐呢？心動不如行動啦！不容錯過，快啲叫埋你哋嘅親朋好友過嚟一齊報名啦！